大家好，我係東莞工商總會張宏偉小學6D 班嘅許詠怡。我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啲我平時會做一啲環保嘅習慣啦。譬如去超級市場就會自帶環保袋，就唔使俾多1蚊用膠袋，都可以環保啲啦。然之後平時返學校啊或者出去玩都會帶一個水樽，就可以避免到去其他地方買嗰啲膠裝飲品啦。平時喺學校都會自己自備餐具啦，如果冇帶嘅話，落去問啲校工姨姨攞嘅話，就會係一次性嗰啲，就冇咁環保啦。所以最好係自己帶好一個餐具，每日清洗好啦。而家全球暖化啦，堆填區嗰度都有好多垃圾。如果我哋繼續製造垃圾，唔製造一個環保嘅香港嘅話，就可能會令到我哋個環境好唔靚啦，啲空氣質素唔係好好啦。我呢個書包啦、筆袋啦，我都唔會去輕易更換嘅，因為呢，我覺得佢哋唔係一個需要經常更換嘅物品啦。我個書包我都由4年級用到而家6年級都有，我個筆袋都係我爸爸中學用過嘅，唔使話有出新款就換，可以一個都可以用好耐嘅。環保係應該所有人都會去做啦，不論係小學生、中學生、大學生定係幼稚園嘅小朋友，我覺得都係有責任去做環保呢一樣嘢嘅。